叙利亚荷姆斯一间清真寺昨暗爆炸，尚无受8个人死亡，18个人受伤。因为这间清真寺的地点，多数的居民是信少数教派阿拉维派，所以讲这场爆炸案是真有可能是教派冲突来引起的。目前是已经有一个极端逊尼派组织讲是因做的。 爆炸发生后，现场如苍苍涂骹，还有伤亡者的血迹。叙利亚中部城市荷姆斯一间清真寺，拜五中昼有差不多300个穆斯林进行主礼，无想到早祈祷一半，室内雄雄传出真大爆炸声。清真寺内拢派去地毯浇血迹，壁嘛崩一大坑，连个人经册嘛散规涂骹。 وصار في علم بالارض والدم بالارض وكذا العدد اللي كانوا بالارض بين ال 20 لل 25 ل 30 شخص خلال 5 دقائق كان الامن العام والاسعاف موجودين. 这是叙利亚过渡政府上任以来针对特定教派上严重的攻击之一。虽然叙利亚目前由谢拉领导的过渡政府接管，不过长期的教派甲族群冲突并不平息，因为互人攻击的清真寺，伫前总统阿萨德所属的阿拉维派社区，国家进前几礼拜当地教派冲突增加，这届攻击互人当作是有强烈针对性的报复行动。 حصل تفجير ضمن مسجد علي بن ابي طالب بحي وادي الذهب ان التفجير عباره عن عبوه مزروعه عن طريق شخص حاليا متابعه الاجراءات التحقيق ومتابعينه ان شاء الله تعالى. 爆炸发生后，一个叫逊尼派支持者的极端逊尼派组织，随伫通讯软体讲对这届攻击负责。这个组织因过捌真一届锁定基督教会，也是毋是逊尼派机构发动自杀攻击。当局初步调查显示，炸弹是事先放伫清真寺内，安全部门已经封锁现场，全力缉捕幕后的主谋。公司新闻郑伟仁将建功编译。